歷史係教科書上面嘅文字，但對我而言，歷史係燭影同埋紅籌嘅交織，亦係婆婆掌心傳來嘅嗰份溫度。呢堂身邊嘅歷史課教我哋點樣喺鬧市之中守住一份匠心，睇住台上演員嘅一舉手一投足。我明白到非遺唔係古董，而係一種仲有溫度嘅生活方式。聽住長輩嘅笑聲，我先發現歷史從來都唔遙遠，佢係長輩嘅記憶，係血液裏面嘅共鳴，亦都係我哋歷史長河中唯一可以緊緊握住嘅依託同連接嘅紐帶。轉身返到現代都市，加上每一個人都低頭睇住手機，喺繁華嘅西九龍，呢一座古老嘅戲棚依然豎立。佢提醒我哋喺追趕時代巨輪嘅同時，都唔記得轉頭望下我哋嘅根。非遺薪火，我哋用 AI 重塑光影，係為咗等呢一份美繼續喺下一代嘅心中閃耀。歷史其實一直就喺我哋身邊。